選擇1號嘅朋友，今個星期宇宙希望你能夠暫時放慢腳步，俾自己休息同埋沉澱。當你能夠靜落嚟嘅時候，一啲你一直想要嘅答案或者會浮現。今個星期有機會會同別人發生一啲小衝突，但係呢件事呢會令你睇清楚邊一個係真正支持你嘅人。經過呢一件事呢，有機會你會變得更清醒、更有力量。今個星期你嘅挑戰有機會係要學識點樣照顧自己嘅情緒，唔好俾其他人嘅情緒去牽動你，相信你自己嘅直覺同感受，要學識點樣喺愛同界線之間揾到平衡。選擇2號嘅朋友，未來1個星期你會感受到自信同埋力量嘅提升。宇宙提醒你要勇於表達自己，相信自己嘅判斷。呢1個星期你會感受到喜悅同埋成就感，你嘅努力有機會會被看見，為你嘅生活帶嚟正面嘅能量。要好好享受呢一段愉快充滿正能量嘅時光。但係宇宙提醒你，即使身處光明之中，都要保持冷靜，嘗試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問題，可能會為你帶嚟一啲新嘅靈感同睇法。選擇3號嘅朋友，未來1個星期你會感受到一份滿足同埋內在嘅安穩。宇宙想你學識欣賞自己擁有嘅一切啦。當你心懷感恩嘅時候，好運自然會繼續流向你。無論係喺事業、學業或者一段關係裏邊，一個實際而穩定嘅進展正在慢慢發生緊。但係同時間你有一個心急嘅能量喎。你可能會有一啲焦急嘅諗法，宇宙提醒你有陣時過快嘅行動可能會令你忽略細節，令到事情變得混亂。保持冷靜同埋穩健嘅策略會令你走得更遠。